最近咧，我哋 COCM 嘅同工咧都好積極努力咁樣，趁住9月、10月呢個階段咧，就出去傳福音，揾唔同嘅群體嗰啲需要嘅人，將福音話俾佢哋聽。咁我哋其實見到好多教會都喺度好積極努力咁樣傳福音嘅喎，又用唔同嘅方式嚟嘅喎。咁啊，有時咧請人去到教會有啲聚餐啦，同埋有啲遊戲啊，有啲話劇啊，同埋有啲 social media 嚟幫助人嚟認識耶穌基督。咁我就諗咯，當我哋將呢個福音講出去嗰時咧，究竟點樣講得準確、精簡而且清晰咧？咁其實咧喺哥林多前書第15章第3到4節嗰度，保羅俾我哋嘅好清晰嘅一段經文。佢話咧，福音係咩嘢？就係基督照住聖經所說嘅，為我哋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住聖經所說嘅，3日之後復活了，並且顯現俾好多人睇。呢個就係福音嘅中心，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基督，佢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上，為我哋你同我嘅罪，我哋係罪人，死喺十字架上，擺上贖罪嘅代價。咁佢復活了，3日之後復活了，戰勝死亡，證明佢就係神，俾我哋永恆嘅盼望。就係我哋呢個罪人，通過耶穌基督可以同父神和好，有永恆嘅盼望。呢個係我哋嘅好消息。希望我哋每個人出去分享呢個福音嘅時候，我哋都知道神嘅話語，而且可以將呢個福音講得清楚準確。願神幫助我哋。